我幾日前咧先喺馬來西亞嗰邊咧係翻過嚟，去到嗰邊我好感恩有機會俾我哋去服侍有千幾個從各個唔同地方去到嗰個吉隆坡嚟到參加呢一個嘅訓練嘅牧者同埋教會嘅領袖，佢哋當中好想尋索教會嘅增長，到底小組點樣可以令到教會持續不斷成為一個健康教會？佢哋當中牧者同我講，過去係因為走呢一條嘅路走錯咗方向，令到教會分裂。佢哋開始個細胞小組嘅時候，就係因為聽咗嗰啲嘅勸告，將所有嘅團契全部取消，所有嘅主日學全部取消，成個教會嘅活動冚唪唥冇晒，然後淨係得一味就係細胞小組。所以咧就喺個處理嘅過程嘅當中，有啲嘅教會咧就分裂，係因為有唔同嘅意見，但係有啲嘅牧者因為夾硬嘅推行而帶嚟嘅結果咧，就係沉痛嘅分裂。另外有啲嘅教會牧者同我哋講嘅時間，佢哋整個嘅宗派就開始走呢一條細胞小組嘅路，但係諗唔到嘅就係幾年前帶佢哋走細胞小組嘅路嘅牧者，竟然話最近神話俾佢聽，細胞小組係錯嘅，而家要行 G12， 佢哋非常困惑。另一方面咧，亦都同樣有啲個牧者話，行咗細胞小組一段嘅時間，開頭好好，但係當繼續不斷人越嚟越多嘅時候，後繼無人。嗰啲嘅組長除咗禱告，除咗醫治，除咗帶敬拜，佢哋唔識帶查經，帶嚟嘅結果呢，有好多嘅問題。係因為咁樣，佢哋發覺到前門大，後門更大。特別係有啲嘅組長，因為佢哋滿足唔到教會嘅要求，一年或者有一啲係6個月就要一組變2組。有啲嘅組長感到筋疲力盡，所以佢哋就離開咗教會。呢啲嘅傷痛，佢哋同我哋傾嘅時間，我哋嘅心裏邊都好難過。但另一方面呢，我亦都再一次話俾佢哋聽，其實聖經從來冇將某一類嘅模式絕對化。模式係次要，最重要嘅係乜嘢呢？就係耶穌基督嘅大使命係使萬民作門徒，質比量更加緊要。係因為咁樣嘅緣故，我同佢哋講，今日教會最需要唔係話要討悅某一啲嘅人，或者去取悅某啲人嘅嗰種嘅增長嘅心態，最緊要係取悅神啊！每一個嘅人嚟到嘅時間，係扎扎實實建立我哋嘅信仰喺神嘅話語嘅上邊，呢個先係最重要。適逢去到嗰邊嘅時間呢，馬來西亞呢就係父母親節，嗱我哋覺得幾好嘅。香港咧就將母親節、父親節咧就分開，但係佢哋就將佢撈埋一堆，就係父母親節。即係換句話嚟講，一慶祝就係2個一齊。所以咧，我係食咗2餐㗎啦。我喺嗰邊咧有一個千人宴咧，又順便有啲人祝埋我父母親節快樂嘅。咁啊，翻咗嚟嘅時間咧，同樣都係一樣。各位弟兄姊妹，你為你嘅父親獻上一啲乜嘢呢？我好感恩。過去睇報紙嘅時候，係俾我哋睇到有好多令到我哋嘅心裏邊係有感觸嘅事。有一個11歲嘅女仔，講到父親節嘅時間，佢寫咗一段嘅嘢。爹哋埋藏喺心裏邊好耐嘅說話，我要同你講，我好對你唔住，請你原諒我。嗰時我好多嘢同你頂嘴，我好多嘢唔聽你話，我好多嘢都覺得唔妥，我嫌你呢樣嫌佢嗰樣，好多嘅時候你冇時間陪我。我見到其他嘅小朋友有機會同爹哋一齊去玩，但係你卻係好少機會同我玩，我又埋怨你。但係而家我嘅心好後悔，點解呢？
呢個爸爸咧係一個建築嘅工人。有一次地盤開工嘅時候冇攬安全帶，係跌死咗。所以咧就喺個父親節嘅時間，呢個女好難受。亦都知道其實個爹哋唔係唔想陪，而係因為生活嘅緣故，以致到為咗呢個家。但係當然亦都係自己嘅忽略，冇帶安全帶，而帶嚟嘅結果咧就係冇咗佢自己嘅生命。但我睇到呢個女同佢嘅媽咪好剛強。個媽咪咧而家就去到每一個唔同嘅建築地盤，去到嗰啲地方嚟到同嗰啲建築工人咧嚟到講翻佢自己嘅經歷，然後勸佢哋記得攬安全帶，做足一切預防嘅措施，免得好似我嘅家庭所發生嘅嘢一樣。即係我睇完呢啲嘅報道嘅時候咧，心裏邊有好深嘅感觸。我哋有機會喺呢個地上嘅時間咧，未必珍惜我哋嘅機會，但係機會都冇咗嘅時間咧，有可能我哋好後悔。因為咁樣嘅緣故，為人仔女嘅，我都鼓勵弟兄姊妹珍惜我哋嘅父母仍然在世上嘅時間。老實講，你服侍佢哋嘅時間唔係好長嘅啫，好快，日子好快就過㗎。所以咧，我哋鼓勵大家盡我哋做人仔女嘅責任。但今日當我哋去到聖經嘅時間，我就會再同大家嚟到進到出埃及記。我好感恩，就喺今日我就宣布正式出完埃及。原因喺邊呢？因為今日係最後一堂出埃及記。但係今日嘅出埃及記呢，係啱啱佢哋出埃及之後1年。換句話嚟講，出埃及記最後個章係同12章啱啱過紅海出埃及嘅時間呢，即係逾越節嘅時間呢，係啱啱一整年嘅時間。喺呢一整年嘅裏邊發生咗乜嘢事呢？咁樣嗱，今日講嘅經文好長，有可能話你都話牧師行唔行得快啲啊？因為我今日咧係由35章一路講到40章，6章聖經。哇！不過我又好想話俾大家聽，90%以上嘅經文咧，其實係重複翻25章到31章講嘅嘢。換句話嚟講咧，就係當你留意聽過25章到31章嘅時間咧，其實90%嘅經文你已經聽過晒噶啦。25到31章講嘅係山上嘅樣式，就係見會幕、見裏邊一切嘅器具嘅時候，祭司各方面嘅嘢要注意嘅係乜嘢呢？25到31章逐一非常清楚交代晒。去到35章到40章，其實講嘅係乜嘢呢？係講整個會幕嘅建造，就係到底以色列嘅子民如何按着山上嘅樣式嚟到建造呢一個嘅會幕。為咗讓我哋更加清楚35章到40章所講嘅係乜嘢，你哋今日嘅講道大綱係特別加料。我驚你哋唔記得，我相信99%唔記得噶啦。到底喺25章到31章發生咗乜嘢事？所以咧，我就將其中一啲呢，就係25到31章記載過，然後跟住喺呢個地方出現過嘅，全部列翻晒出嚟，俾大家睇一睇山上嘅樣式。35到40章，我同大家講過，係會幕嘅建立，就係呢一段經文嘅焦點嚟嘅。
但係呢一段經文嘅焦點，會幕嘅建立冚唪唥係照住山上嘅樣式嚟到建嘅。35章嘅1到36節係講到建會幕前嘅準備。1到3節係要守安息日，4到29節係獻會幕所需嘅材料，但係其中只有2節冇提及到嘅，就係25章嘅8到9節，其他嗰啲全部都已經喺25章提及晒，係1到9節提及嘅。第三係建築師嘅呼召，31章1到11節已經提及咗嘅。好啦，跟住第二部分呢，就係36章嘅8到38節，係講及到會幕嘅建造。呢個會幕包括到帳幕嘅建造8到13節，然後罩棚嘅建造14到19節，豎板嘅建造20到34節，另外就係個柱子同埋幔子嘅建造35到38節，其中只係有26章嘅33到35節冇提及，其餘嘅部分全部都喺26章1到37節出現晒嘅。第三個部分係會幕嘅裝修，由37章嘅1節去到38章嘅20節。呢個裝修包括到約櫃37章嘅1到9節，其中只有25章15到16節同埋21到22節咧係冇提及嘅啫，其餘全部都已經出現過。第二部分係陳設餅嘅桌嗰張台嘅嗰個裝修，37章嘅10到16節清楚提及，係只有一節經文冇提及呢，就係25章嘅30節。另外燈台就係37章嘅17到24節，香壇同埋香及油嘅製作就喺37章嘅25到29節已經提及咗㗎啦。祭壇嘅裝修38章1到7節，跟住洗濯盤38章嘅第8節已經係提及，外院嘅建築38章9到20節已經係提及咗。唯一我可以話，亦都係我今日講到，我會主要講，完全喺前面冇講過嘅全新嘅描述，就係38章嘅21到31節。嗱，一陣呢，我就會喺講道嘅時候同大家講。跟住去到39章嘅1到31節呢，係祭司袍。嗱，祭司袍實際上呢，亦都已經喺山上嘅樣式非常清楚提晒出嚟，包括到底呢個山上嘅樣式係點呢？第一節提及到啦，以弗得嘅嗰個嘅製作2到7節，胸牌嘅製作8到21節，係只有29到30節呢係冇提及嘅啫，其餘嘅部分呢喺28章15到30節全部都已經有胸牌。以弗得嘅外袍呢，就喺28章31到35節上全部提晒出嚟。然後其他嘅衣冠39章27到31節已經提及，去到32到39節呢，呢個就係新，就係整個會幕嘅完工完啦，已經搞掂晒啦。呢個亦都係等於我哋今日即係建堂嘅時候嘅平頂禮啊，搞掂咗。好啦，去到40章嘅1到33節呢，就係一個全新，你可以話係一個獻堂禮，係會幕嘅呈獻同埋神嘅顯現。話俾大家聽，當整個會幕建成嘅時候，係啱啱好以色列人出咗埃及1年，亦都係佢哋抵達西乃山之後9個月，喺嗰個時候完成咗整個會幕嘅建造，神嘅榮光喺個地方嚟到彰顯。有好多人，包括我哋今日無數嘅牧者啊，就係當我哋睇我哋嘅人生最重要係乜嘢嘅時候，好奇怪，我睇好多唔同牧者喺一間教會裏邊牧養10幾年、20幾年，佢哋最終人生嘅目的係乜嘢呢？係建堂啊！我亦都試過參加過2次嘅建堂禮呢，
佢係用出埃及記會幕嘅獻情嚟到作為一個嘅信息。但我今日喺呢個地方同大家嚟到分享嘅時候，我稍為有一啲唔同嘅睇法。點解？因為會幕建係建造咗，而實際上我哋會睇到會幕嘅建造係非常非常昂貴。昂貴成點呢？我俾大家睇一睇嗰啲個數字，等一陣咧，你會知道一共係13000幾磅嘅金啊、銀啊同埋銅啊嚟到去建造。或者可能你哋會覺得奇怪，淨係金有1936磅3.8安士。大家知唔知1安士幾多錢啊？而家金係幾多錢一？好貴啊！我知道好貴啊，我唔知幾貴啦嚇。有冇1800蚊啊？18000啊！哇！有人話俾我聽18000，哦，1800蚊係可能歐羅啊，美金都唔止啊，即係話2000蚊美金以上1安士啊，嗰個叫做好啦。如果你話18000安士，你計一計1936磅3.8安士，再乘一乘18000安士，你睇一睇幾多錢？我可以話俾大家聽，天文數字，整個就係天文數字。但另一方面，我又話俾大家聽，會幕用咗幾耐呢？最多38年零9個月，最多，甚至你可以話更加少嘅時間。然後跟住咧就拆㗎啦，拆完之後咧就進入迦南。係因為咁樣，我會睇到一樣嘢，就係會幕始終係一個叫做乜嘢？係一個工具。而最重要嘅一樣嘢唔係呢個工具，最重要係透過呢個工具，人同神相遇啊！呢個先至係最重要。換句話嚟講，建堂最重要嘅目的唔係一個建築物嘅被建立，而係人嘅被建立。然後跟住呢，人嘅被建立成點呢？係要人同神繼續不斷嚟到相交，將呢個嘅相交成為一個生活方式。呢個係最重要嘅嘢。係因為咁樣，我今日咧就要同大家嚟到分享，係喺25到31章裏邊冇提及嘅，亦都係今日我好想同大家分享，到底我可以為神嘅殿獻上乜嘢？點樣先可以真真正正滿足到神嘅心意，我能夠被建立呢？有一段嘅聖經非常重要，我哋一齊睇一睇第38章21到31節，出埃及記38章21到31節。大家揾到嘅時候，我哋一齊同聲誦讀呢一段嘅聖經。這是法櫃帳幕中利未人所用物件的總數，是照摩西的吩咐，經祭司亞倫的兒子他瑪的手數點的。凡耶和華所吩咐摩西的，都是猶大人。他是雕刻匠，又是巧匠，又能用藍色、紫色、朱紅色線和細麻繡花，為聖所一切工作使用所獻的金子。按聖所的平有29他連得，並730舍客勒。會中被數的人所出嘅銀子，按聖所嘅情有100他連得，並1775舍客勒。凡過去歸那些被數之人的，從30歲以外，共603550人。按聖所嘅稱，每人出銀半舍客勒，就是1比加。
用那100他連得的銀子鑄造聖所大幕的座和幔子柱子大幕的座，100他連得共100大幕的座，每大幕的座用1他連得。用那1775舍客勒銀子做柱子上的鈎子，包裹柱頂並柱子上的桿子。所獻的銅有70他連得，並2400舍客勒。用這些銅做會幕大幕的座和銅壇，並壇上銅網和壇的一切器具。院子連帳幕一切橛子和院子四周所有的橛子。喺呢段嘅聖經嘅當中，我可以俾大家嚟到去睇一睇新鮮熱辣25到31章冇記載嘅嘢，全部係講到乜嘢呢？係講到呢一班人嘅奉獻。佢哋奉獻咗幾多呢？36章第6節，摩西傳令，他們在全營中宣告，無論男女，不必再為聖所拿什麼禮物嚟，這樣才攔住百姓唔再攞禮物嚟。佢哋多到一個地步，係要牧師宣告夠晒啦，我哋冇訂裝啊，你哋個奉獻多得滯啦，唔好再擺嚟啦咁樣。你有冇聽過啊？未聽過係唔係呢？換句話嚟講呢，以色列人由第1章一路去到39，話一路去到31章，你都可以話呢，我哋都睇唔到有邊樣嘢呢，即係我哋可以喺成個會眾嘅身上學嘅。但係今日呢，就睇到有一樣嘢，佢哋經過摩西嘅摔碎呢個法版，鬧完一輪，然後跟住死咗咁多人之後，回轉過嚟。摩西再上山40日，重新再攞呢個法版落嚟宣告，然後跟住呢，就喺嗰個時候，佢哋睇到一個復興。呢一個嘅復興雖然可能係短期，但係無論如何仍然係一個復興。呢一個嘅復興嘅本身，佢哋真係深深感覺到世上揸住呢啲嘅嘢，命都冇啦，你要嚟做乜呢？奉獻。各位親愛嘅弟兄姊妹，嗱，我哋睇到呢一班嘅以色列人，到底佢哋奉獻咗乜嘢，要令到摩西喺嗰個時間要攔住佢哋，唔好再攞嘢嚟呢？按照頭先我哋所讀嘅經文38章24到29節嘅記載，包括到金29他連得，連同730舍客勒，一個他連得呢係等於66磅英鎊啊，2.2安士。咁你要乘一乘佢，咁我乘一乘呢，咁我就知道乘一乘金一共有幾多呢？係1936磅3.8安士。第二，銀係100他連得，連1775個舍客勒，咁即係等於而家嘅幾多呢？係等於而家嘅6658磅2安士，係銀啊。銅有幾多呢？係70他連得，2400舍客勒，乘一乘佢就知道係4689磅10安士。三樣嘢加埋總共有幾重呢？係13283磅15.8安士啊！多唔多啊？弟兄姊妹，淨係金都夠晒啦。我諗我哋建堂都唔使咁多，絕對相信唔需要咁多。親愛嘅弟兄姊妹，我哋今日咧就嚟到去睇一睇，到底喺佢哋嘅當中，點解佢哋會有咁樣嘅嘢奉獻咁多出嚟呢？好緊要啊！就係因為佢哋先有心，佢哋先奉獻佢哋自己嘅心，然後先至奉獻佢哋嘅金。喺大家嘅程序表格裏邊，35章第6節一路去到29節，一共出現咗10次，加埋上面嗰次5次呢，係11次。係乜嘢呢？就係凡10次嘅凡，第5至到29節。
第5節，凡樂意嘅係樂意嘅。21節，凡心裏受感嘅和甘心樂意嘅，都拿耶和華嘅禮物嚟。然後跟住22節，凡心裏樂意獻禮物嘅，連男帶女，等等等等。然後跟住23節，凡係有呢啲嘅嘢嘅，冚唪唥都攞出嚟。然後跟住24節，凡獻銀子和銅給耶和華為禮物，都拿了來。凡有做甲木可做什麼使用的，也拿了來。25節，凡心裏有智慧嘅婦女，親手紡線，然後將嗰啲嘅藍色、紫色、朱紅色、細麻都攞咗嚟。26節，凡有智慧嘅心裏受感嘅婦女，都紡山羊毛。然後跟住去到29節，以色列人，我哋一齊讀好唔好啊？29節，以色列人無論男女，凡甘心樂意獻禮物給耶和華的，都將禮物拿來，做耶和華藉摩西所吩咐的一切工。親愛嘅弟兄姊妹，神嘅奉獻，我哋對神嘅奉獻，神從來唔勉強人嘅。神講得好清楚，千山嘅羊，萬地萬山嘅牛，全部冚唪唥都係佢嘅。耶和華唔住人手所做嘅殿，佢反倒將佢自己一切嘅豐富嚟到俾個人。係因為咁樣嘅緣故，如果你同我認定人在世上，我哋只不過係一個借用者啊！你記得一樣嘢，我哋係銀行嘅 teller 嚟嘅，係嗰啲櫃位員嚟嘅。你日日數幾多都好咧，嗰啲嘢唔係我哋嘅。你記得一樣嘢，所以你數成1億俾人咧，你唔好夜晚翻去瞓唔着。嗰啲嘢唔係你唔需要瞓唔着嘅。但另一方面咧，你數1萬億翻去銀行都好啦，你又唔需要歡喜若狂，又係瞓唔着。原因裏邊咧，1萬億入咗銀行都唔係你嘅，係銀行嘅。記得一樣嘢，如果我哋記得我哋只不過係地上嘅櫃位員，係 teller， 我哋就唔需要為咗地上呢啲嘅嘢斤斤計較咁緊張。弟兄姊妹，最重要一樣嘢就係到底神俾我管嘅嘢，我點樣可以將佢管到一個地步？我得嘅係永恆嘅，我失嘅係短暫嘅嘢呢？神係樂於見到我哋係識得用佢俾我哋管嘅嘢去建立永恆、建立生命，呢個先係最重要。喺呢段嘅聖經嘅當中，我會睇到呢一班嘅以色列人有一樣嘢，佢睇清楚，原來呢一切嘅嘢唔屬於佢哋。凡心裏有感動，凡係甘心樂意，凡係有嗰啲連男帶女，一共60萬幾男丁，所有嘅呢啲嘅家庭加加埋埋200萬以上嘅會眾，冚唪唥都係咁樣。所以我哋睇到呢樣嘢咧，係值得我哋去學習，就係先獻上自己嘅心，然後先至獻上嗰個金。跟住第二樣嘢，奉獻係信徒嘅特權啊，係我哋嘅恩典啊，亦都係我哋嘅責任。但係對唔信嘅人呢，神從來唔勉強佢哋，因為佢哋唔明白、唔認識啊。所以因為咁嘅緣故，弟兄姊妹或者各位朋友，如果你嚟到你根本唔明呢啲嘅嘢呢，你唔需要參與嘅。除非係我哋自己本身好明白我哋做緊乜。所以喺呢個聖經嘅裏邊，35章嘅第4節，35章嘅第4節，摩西對以色列全會眾，你記得一樣嘢，係對以色列嘅會眾，係對神嘅選民，係對神救贖出嚟嘅呢一啲嘅人，佢從來唔會對埃及嗰啲人，對迦南嗰啲人，你哋都要咁做，唔係啊。呢個唔係話你去到邊個地方，然後俾幾個咁嘅象徵性啊乜乜乜，呢個完全唔係嗰回事嚟嘅。我哋必須要認識我哋獻俾邊個先，呢個先係最重要。神最大嘅心願係我哋認識佢，多過我哋獻乜嘢俾佢。實際上我成日都講，如果我哋銀行戶口都未開，你點需要擺錢去銀行呢？你開咗個戶口你先擺，呢個好簡單。
我哋反而咧係更加緊張就係咩咧？到底我哋有冇開到呢個會口？因為你開咗嘅時間，我哋奉獻一切嘅嘢，神話都歸在我哋嘅賬上，呢個非常重要。然後跟住咧，聖經裏邊咁係講到係凡心裏受感嘅，凡甘心樂意嘅，佢哋就係咁樣捐發。有人話奉獻嘅人有三種，一種咧就係火石，第二種咧係海綿，第三種咧係蜂巢。火石係咩咧？就 click 一聲，又有啲火花咁樣啊，整咗出嚟。咁嗰啲火花咧係捉唔到嘅，嗰啲聲咧就幾大下嘅，啪一聲啊，有啲火花閃一閃。我聽講咧，即係有幾個教會咧，佢哋用嗰啲銀盤嚟到收奉獻嘅。有一個弟兄同我講，佢哋用銀盤嚟到收嗰個奉獻。咁啊，銀盤收奉獻嘅時候，有一次咧，有一個招待，我喺嗰邊講道嘅時候，佢同我講翻，佢有一次嘅時候咧，非常尷尬，就有人咧就掟咗幾個嗰啲 quarters， 即係美國嗰啲25仙嗰啲咧，掟咗落去，其中有兩個咧就碌咗落地啊，但係佢就唔係停咗喺度喎，係一路碌喎。咁啊，佢需要追住嗰個，即係追嗰個 con 咁啊，結果咧好狼狽。嗰次係唯一一次，即係佢印象中咧，卒之咧佢就需要喺執事會提出，以後可唔可以唔好用銀盤啊？銀盤仲有一樣嘢咧，就個聲好大啊！你掟嗰啲 con 落去嘅時間咧，就 pl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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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好大，但係有大聲嗰啲咧，即係好少嘅啫。OK， 嗱呢個咧就係火石嘅奉獻，聲好大，量好細嘅。第二種咧係海綿嘅奉獻。咩叫海綿嘅奉獻咧？你揸多啲，佢就擠多啲出嚟；你唔揸咧，佢就唔出嘅嚇。咁呢個海綿嘅奉獻。第三種嘅奉獻咧係蜂巢嘅奉獻。咩叫蜂巢咧？唔使揸嘅，自動流出嚟，而流出嚟嗰啲咧都係甘甜如蜜啊！蜜嚟嘅。弟兄姊妹，其實有啲嘢都提醒我哋，到底我哋今日嘅奉獻係邊種嘅奉獻呢？火石咧、海綿咧，還是蜂巢嘅奉獻呢？然後跟住第二樣嘢，我諗係值得我哋諗嘅，除咗凡心裏受感，凡係甘心樂意，第二樣，跟住第三咧就係凡係合用嘅。嗱，記得一樣嘢。聖經裏邊呢啲嘅奉獻唔係以色列人諗出嚟嘅，由頭到尾唔係以色列人自己諗出嚟嘅，而係25到31章山上嘅樣式，神一早講咗。你要為我建殿係點建法？你要為我裝修點裝修法？我需要嘅嘢係乜嘢？就係呢一啲嘢。然後跟住以色列人呢，就佢哋自己聽咗山上嘅樣式之後，然後按着佢哋有嘅，按着佢哋嘅心裏邊嘅感動，甘心樂意將呢啲嘢擺上嚟。親愛嘅弟兄姊妹，呢個都值得我哋考慮。今日我哋嘅奉獻係唔係都係一樣，按着實際上神家嘅需要嚟到擺上我哋自己呢？我記得我哋喺美國嘅時候曾經試過，因為有人呢，即係有間教會送咗個 duplex 俾我哋，一個好細嘅地方，俾我哋做團契啊、主日學嗰啲咁樣，乜都冇嘅。因為咁樣嘅緣故呢，又啱啱開始教會，我就同會眾講：嗱，呢個地方呢，將來會成為我哋嘅團契嘅地方，成為我哋主日學嘅地方，亦都係成為我哋教會裏邊一個活動嘅中心啦。我哋希望將呢個地方好好嘅裝修下，所以呢，我哋需要嘅就係第一雪櫃，第二風扇，第三就係乜乜咁講完之後，哇！嗰個禮拜壓咗我哋1/3嘅地方，就係會眾送嚟嗰啲嘢。但係嗰啲嘢咧，風扇雖然有成6-7把，但係大部分嗰啲咧一開咗之後咧，係嘈到咧，我哋係冇辦法能夠聚會嘅。嗱，咁當然入埋油就得啦，但係唔係嘅。上完嗰啲 WD-40 之後咧，原來成把線興到咧就嚟着火咁嘅。哇，慘啦咁啊！跟住咧雪櫃咧送咗4個雪櫃嚟，其中2個嘅雪櫃咧
隔夜嗰個門咧就掉咗出嚟。咁啊點樣掉出嚟咧？就係一個冰箱嗰啲冰太多啊，掉咗佢出嚟。然後跟住溶咗之後再搞咧，原來係唔掂嘅，嗰啲冰仍然都係掉嗰個門出嚟嘅，係唔用得嘅。所以嗰個時間咧，我學到一個好好嘅功課，以後建堂唔好咁搞啦。你用得嘅嘢，你先至攞嚟，唔用得嘅唔好啦。奉獻親嘅嘢都係合用，用得着。如果唔係咧，你不如送咗俾人啦，當垃圾劈咗佢啦。嗱，呢個好重要。第三個方面，所獻嘅嘢都係為會幕神國度嘅拓展嚟到用出嚟嘅。我話俾大家聽，呢個會幕點解需要呢？就係因為如果個個嘅信仰就係自己喺屋企嘅時間呢，一個人啊好容易會孤單，會退後，會失落，係唔能夠成長嘅。但係當大家集埋一齊嘅時間呢，我哋就能夠一齊嘅成長，呢個非常重要。會幕只係一個工具，最重要係要建立會眾。同樣，我哋今日建堂係一個工具，但係透過呢個地方，讓會眾能夠喺呢個地方聚集嘅時間，我哋就冇後顧之憂嘅嚟到彼此建立，呢個好重要。第二部分，恩賜能力時間嘅奉獻。聖經裏面講及到，佢哋唔單止獻金，佢哋亦都係獻佢哋嘅心。凡係有智慧嘅，凡係有嗰啲手藝嘅，凡係有嗰啲嘅能力嘅，有恩賜嘅，全部冚唪唥奉獻嗰啲嘢出嚟。木工嘅就負責木工，紡織嘅就負責紡織，織乜就負責織乜，所有嘅嘢全部都係由弟兄姊妹自己分擔。親愛嘅弟兄姊妹，今日我哋喺神嘅裏邊都係一樣。跟住我好想同大家嚟到睇一睇35章30到33節，我俾大家知道下，所有有恩賜嘅人唔係就自動自覺係合神使用嘅。按照呢段聖經話，佢哋係被神嘅靈充滿嘅人啊！神俾使到佢哋有智慧、有聰明、有知識，同埋各樣嘅工藝。31節。另一方面34節又話，耶和華又使他心裏靈明，能夠教導人。另外35章嘅35節，耶和華使他們心滿有智慧。然後36章嘅第1節，一切心裏有智慧嘅，就係蒙耶和華賜聰明同埋智慧嘅人，冚唪唥都一齊喺個地方，將佢哋嘅恩賜奉獻嚟到去建立其他嘅人。弟兄姊妹，點解聖經咁多嘅地方嚟都講及到要聖靈充滿，要智慧充足呢？因為生命先至建立到生命，冇生命係建立唔到生命。生命嘅被建立唔係因為一個人嘅才幹，而係因為人睇到佢身上嗰個嘅板，以致到佢哋甘心樂意嚟到跟住去做。當佢哋獻完咗呢一樣嘢之後，我哋睇到好重要，耶和華嘅榮光充滿嗰個嘅地方，然後跟住呢，佢哋就睇到神嘅同在喺度。親愛嘅弟兄姊妹，我都好想俾大家知道，耶和華嘅同在係今日教會最重要嘅一個因素。教會能唔能夠健康嘅成長呢？我哋今日教會能唔能夠經歷神嘅恩典呢？最重要一樣嘢就係到底我哋嘅教會有冇神嘅同在？而神嘅同在係有條件性嘅。喺今年差傳年會嘅時候，我會特別重點嘅嚟到提出，從聖經去睇耶和華嘅同在嗰啲嘅條件係乜嘢？到底我哋點樣可以經歷耶和華嘅同在呢？我希望屆時會更加詳細同大家嚟到分析同埋分享。請大家低頭，我哋一齊做個禱告。主耶穌，多謝你透過你嘅話繼續不斷提醒我哋，喺一班繼續不斷悖逆嘅以色列人嘅身上，我哋過去都睇到好多壞嘅版，但係主今日同樣又喺佢哋嘅身上，你俾我哋睇到
一個好嘅版。呢個好嘅版係經歷過佢哋嘅跌倒，經歷過佢哋嘅失敗，佢哋重新振作，再一次嘅復興，以至到留低一個咁嘅版俾我哋。但係主耶穌，求你幫助我哋睇到佢哋嘅版嘅時候，緊緊記得邊啲嘢係你要提醒我哋要學，有邊啲嘢唔一定要跟足嚟到做，以至到我哋日後發展教會嘅時候更有智慧嚟到發展一個合理心意嘅教會。求你同我哋眾人同在，特別喺呢一段嘅時間，讓我哋嘅心有反省，到底我為我嘅父神呈獻咗乜嘢呢？我獻嘅係乜嘢呢？願望喺父親節、母親節呢一段嘅時間，你繼續不斷提醒我哋，奉靠耶穌基督嘅名求，阿們。